乡大水灾搜救行动传来好消息，台东村一个6岁查某囡仔有成功甲救出来，目前也有34个人失联。花甲沙大风雨持续影响东部地区，南怀离州到厝内路段有真侪大崩落，彩霞崩坑有土石冻掉咧，山区部落通讯中断。泰国曼谷出现大土坑，面积900平方公尺，深度50公尺，事故地点正瓦病院，交通、门诊拢受到影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5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溢大水，或者水尾灾情是真严重，救援人员是把握黄金72点钟，即马传出好消息。原本讲这台东村一个6岁查某囡仔失联去，后来是有平安甲人救出来。目前为止，这死亡人数15个人，失联的也有34个。你好勇敢哦！加油！台东村6岁查某囡仔小鱼，前一天团工找无人，失踪超过1天，24个人找着人下，伊秘一个引导较悬的所在，搜救人员趁着雨较细，甲厝顶的铁皮切开，听到有应声，顺利甲人救出来，着急的家属欢喜甲哭出来，搜救人员也继续找其他失踪的人。我们走左边那边，走左边那边。消防队伫24透早也叫做调伫咧光复高一个师生，也有一个抱囡仔的妈妈。消防、空巡、海巡继续动员进行地毯式的搜查，也对天顶出海口扩大搜寻。副总统萧美琴24日去台中国小儿童关怀中心看安置伫遮的囡仔。花莲县长徐正伟一到水尾殡仪馆慰问罹难者家属。对家属讲，无人通知撤离，强调县府会检讨防灾疏散机制。光复市区规个拢落雨梅，便利商店超市的架啊拢倒来，超市门口有几落百公尺外抢来货柜甲车挡掉的，还有全连规座冰橱啊，拢雨水冲到大路顶。业者讲，这马承担保险公司来顾，才决定安怎做。你家2个人是不是？海巡署伫咧市区分物资，并且派巡沿海搜寻，看是毋是有人互大水冲去出海口。前景指挥所讲，会继续动员人力、空巡、列现象仪车，还有受人船全力搜救，未放弃任何希望。记者综合报道。好，即马全台湾各界拢来协助花莲光复乡救灾，亲像高雄呢是派出45个搜救人员甲5只搜救犬，一个到位就随投入救灾的任务。除了这地面的以外，也来出动无人机，目前已经找到3个受困的民众，协助甲因送到安全的所在。25透早8点，高雄市特殊队员带搜救犬伫咧光复乡中华路的4库连长走找，无论是野骨头带掉的车卡，也是规个拢是烂土的料啊。搜救犬拢挖进去甲片看卖，看是毋是有民众受困。无偌久的时间，就伫咧一栋3层楼的人家厝发现2位民众需要救援，因为1楼的大门已经去互烂土掩甲无再调开，看到边仔一台毋知对倒互大水冲来遮的车，特殊队将车当作推爬起伫顶悬，将受困的一男一女对2楼接落来。慢慢坐下来，先慢慢坐着，然后慢慢脚先垂在这。好 OK， 好，我们来，对，哦，OK， 好，谢谢。有了。啊，鞋子要脱掉哦。哎，这边鞋子就不行了。早起10点左右，特殊队佫找到一位大约70岁查某人，疑似倒脚骨受伤，队员一路用爱的将人救出来。特殊队表示，因为前进指挥中心讲，也有超过30个人失联，这摆也特别出动5只搜救犬来倒找人，而且配合空袭机，伫和平街中山路甲中华路遮来详细找找，望会当有好消息。那目前有动员无人机，还有搜救犬及人员装备器材，进行相关地点的失联人员的受困，还有受困人员的搜索跟救援。光复乡受灾严重，遮侪县市拢派人来到相工。屏东县特殊队2是顺利救出6岁查某囡仔了后，都持续伫现场找找，也佫失联的古堡甲长工。早起，屏东县特殊队表示，失联的古堡已经找到，不过人已经往生去，因未放弃希望会继续找找落去。记者柯宾是柯家如、柯昭阳、高雄屏东综合报道。这回这马太安溪崩山湖溢大水呢，是甲桥冲断去，台九线已经无法度行，即马就要改行台11线接台30线，才会当去到光复乡，比本地路线呢搁较加2点外钟的时间。交通部长陈世凯是要求公路局伫10月15之前，先甲便桥打好好势。花莲县马太安溪崩山湖发生八顶水溢流出来的隔天，对空中翕到淋真侪土山土石的土水，伊湾继续流向下游。
另外，再看到被冲歹去的马太安溪桥的桥墩踩伫个溪仔中。位伫花莲和林镇，也有光复乡交界马太安溪桥，全长452公尺，有上北甲路南各一组。2019年才完工，无到6年就被冲断去。交通部长陈世凯讲，主要是因为即摆流出来水真多，冲击力真大。第一，它水流相当的快；那第二，因为它夹带着泥沙以外，还夹带着石块，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天灾，所以我们的桥梁确实在这一次很严重的受损。这马太安溪桥一断去，也造成大高山拢断去。原先在经由这个桥到光复乡，不过有路未通，也来替代193关道。伊个因为拢是烂土，伊原伫个抢修，准用路人爱行，这台11线接台30线，才法度到光复乡。有加西路时间会加出2点半钟。但世凯讲，马太安溪桥会分3阶段复原，首先要求公路桥第10月15进前变桥爱大好。我们先做涵管的便桥，在明年的2月之前，先完成钢便桥的建制。那我希望在明年的年底之前，我们先完成单线的永久桥梁。虽然这个经费会非常的庞大，但是我们会争取行政院的支持。铁路运输部分代替光复车站的铁基路23也号大水淹过，不过经过透明抢修，已经全线通车。当时交通部会协调，和花莲到光复中间增加区间车。我小孩子一抱，我们就车到阁楼，然后我们就被困在那边，就整个就飘走了。对，剩下台铁。修复工作也真长，花莲民众敢若希望讲家园会使尽早来恢复。记者综合报道。好，其实对这卫星来看呢，马太安溪的崩山湖一直到做大水进前，就已经有140公顷啊。即马有民众是咧质疑讲，到底是安怎无先起甲崩互破咧？专家是表示讲，因为这是伫咧深山那内，而且呢，这崩山湖已经是一个水库的水量，若准甲崩互破，安尼水冲去到水尾，颠倒是愈危险的，所以提议民众才是上界安全的做法。规片光秃秃500公顷的崩塌地，踢着河道形成崩山湖。林保署透过7月25卫星影像将案，湖面18公頃，活2个月来愈来愈大，伫崩湖进前来到140公顷，储水量高将100万吨，相当一座南化水库。大约3.64万个游泳池的水量挂界集齐，敢讲一开始袂当先用炸药将水引流掉？不可能！你爆破的话，你这样的大的炸药会造成更多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状况。2礼拜前，水利工程专家经内政部长李鸿源接到现任部长刘世宏的邀请，调集下只专家讨论应用。李鸿源讲炸山不是选项，台土木系教授尤景云表示，当初评估工程引流袂当做，认为爱撤离居民，若是撤离马太安中华，更加爱扩大范围，包括后来灾害严重的光复乡。大部分居民都有照我们的建议做撤离。目前的灾情看来，就是没有完成撤离的人都在我们当初提醒的热点里面。虽然建议爱全数撤离，即摆有关提出伤亡，李鸿源前部长认为，若无事先撤离，更较惨。疏散了大概7、8千个人，当然还造成了一些伤亡。但是我们就想，要是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疏散，那后果恐怕就不堪想象。也有声音质疑，虽然有撤离，毋过无整合堤防之外第2道防线，也是设伫万江区，才会造成淹水严重。也毋过水利署指出，即摆通水流量足足关注河道设计标准4倍较侪。洪峰的这个量值实在太大了，而且那个水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遇到这么大的一个洪峰跟水势的时候是抵挡不住的。有估累积雨量会当互崩山湖搬出来，林保署伫崩湖前1日22早起发布红色警戒，请花莲县府强制疏散撤离受影响居民大约1800户，到2时统计。县府拢总撤离3285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在花莲光复乡灾情有影是真严重，对昨开始呢，这各地民众就开始送物资去到遐。屏东恒春呢是有真侪人捐物资，准备要送去到花莲。另外，伫咧东港呢，有志工动员来整理物资，加入救灾的行列。也若伫咧高雄，这民间呢是募到一寡生活用品甲水，各界展现爱心甲行动力，替花莲来送温暖。
民众对车顶甲一箱一箱的饼搬落来头好势，边仔佫有罐头、白米和泡面。花莲马太安邦山湖1楼灾情严重，伫屏东恒春就有民众发起募集，要甲收到的物资整理了后，27拜六送去花莲国福乡。带头的优先生就讲，因过恒春拄着风灾，各界嘛是发挥爱心斗3工，即摆花莲有难，因就随徛出来，短2工已经累积真侪物资。我们预计募集到这个礼拜5的晚上9点，只要是台湾的一份子，不管多远，我们有这能量力量的话，就大家一起互相来帮助。另外，屏东东港这边早起嘛是有足侪民众搬摊啊、摇珠啊，甲要管的物资集中。负责的张先生表示，因有准备2台货车要载，毋过惊物件伤济载袂去，希望阁有大台货车会使加入，帮因运送物资。按算今仔下暗要出发。伊这是迄个啦，在地长期拢有咧做爱心慈善的一个节啊，甲联合议会代表甲这个在地企业做伙迄个发动。除了屏东、高雄嘛有议员甲民间团体收集到药珠啊、牛奶粉和100箱的水，要加入行动。市议员林志宏表示，伊伫花莲大汉嘛是算讲，互囡仔会尽力帮忙，会使看到愈来愈侪人投入募集，各界人士大家斗相挺，希望协助花莲渡过即摆的难关。记者邱朝阳、柯炳哲，屏东高雄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花莲公福乡的阿头莫部落这个所在呢，伊是伫马太安溪东越的所在，佮加上这部落的地势有较低，所以5分钟内都互水甲淹去啊。上深是淹到230公分，目前这水已经地去，也毋过呢，这家园是乱草草。在地居民是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派骹手来帮助救灾。这是23花莲马太安溪积水湖崩爆迄当阵，短短5分钟，当地阿道部落就互水淹去，一寡1楼的徛家浸伫水底，佮有汽车浮伫水面，水势是真凶。淹到这个墙壁的这个高度，就短5分钟的时间，所以人根本来不及准备什么，只能赶快立即性的往高处去逃难。那个水就真的像海啸一样，一波又一波越来越高。目前水已经退，不过民众的厝起了了。对民众徛家外壁的水源，一旦发现崩爆的迄当阵，水的深度有到230公分，徛家干那1楼悬的民众，迄当下必须爱强制撤离。若徛家有2楼、3楼悬的民众，爱尽量去悬的所在避难。当地东富村的村长表示，迄当下赶紧甲警察做伙通知居民撤离。最重要是机械啦，能不能派个小山猫帮我们清一清东西啊？派个卡车。东西清掉这样。当地民众真无奈，因为徛家甲真侪农用的机具，拢浸伫水内，部分民众徛家甚至阁有车卡伫客厅等待清理。就连原地休困开工的客厅，也拢做大水，家具甲面层拢到12落高。马太安溪就直接跟本部落是对冲，然后是一个大弯道，水的大弯道，几乎也是毁了啊。基本上这些村民也是痛哭流涕。阿德堡的居民表示，部落因为马太安溪崩爆做大水了后，真侪物件已经开始生菇有臭扑鼻。虽然救援物资甲人力拢渐渐来呀，不过因为部落居民真侪是时大，呼吁政府莫袂记哩因，赶紧派更加侪人甲大型的机具协助清理家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但那是风台到单呢，已经将近要3个月的时间啊！伫咧台南，即马还阁有一寡厝还未修理好势，主要就是因为产权复杂，佮加上这工班是真歹排。台南市政府即马即个阶段呢，是以鼓励修理佮拆除为主。那准呢，这10月底还阁无处理，安尼就会依法来办理。今日台南这个西寮，目睭看过去，也叫白蕉厝、绿葱葱、三合院、那就趴荒，外口草啊发甲规世界。这全拢是迄阵但那是算害去的，到单买满3个月啊。台南灾区真侪受损的厝体，早就启动修正工程，整个这个村一城也未修缮。主要因为产权复杂，加上这阵工班真歹排，地主有的这阵共款放咧遐唔管。算时代人拢过往伊啊嘛，啊为兄弟迄阵拢过往伊啊嘛。伊存一个，伊较有可能讲佮当来整理这个。政府拄啊有这个政策，讲要补助2万，啊，有这个咱搬运，甲遐砖块甲废物拢清除安尼。这个祖先足济名啦，那1、2个唔处理啦，村的要处理的伊个无爱积极啊啦。事实在遮的居民啦吼，的厝拢整修好啊，差不多伫咧7、8间、7、8户啦吼，因迄算讲。
来去去的啦。政府市府统计，在后储损慰助金拢已经发放啊，政府嘛有提供免费的拆除甲自拆废弃物清运的服务。毋过各区也阁出现一寡厝毋征收嘛无买拆，市府表示补助拆除期限已经延长到10月底。各区公所到时会启动勘查，若是无依规定处理，就以建筑法甲环境卫生法来办理。政府部门的话，有空地空污管的办法，以及登革热相关的防治措施啊。哈，空污的话，如果说没有整治的话，会造成一个脏乱点。那我们是督促住户赶快把房子坏的话赶快修理。即马刚歹车，灾民也咧排队等修缮，加上厝算是私人财产，现阶段先透过补助款倒等方式。市府强调，在后复原正业后一个阶段，针对厝的状况无妥当处理的，就依法办理，呼吁乡亲唔通搁拖。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台北的公馆圆环呢，自9月13开始拆，是要改造是十字路口。这台北市府表示讲，有计呢，伫9月29的时阵，这路口就会当正式来启用。伊嘛提醒民众，这启用了后，无论是车辆，也是这公车站呢，拢会有真大的调整。另外，这几工啊，是因为要搁爱施工，所以部分的路段呢，会甲封封起来，提醒民众爱特别注意。台北公馆圆环自9月13开始拆，要甲地下道吞合平。嘛，甲圆环改造十字路口，原本的工程伊搁爱11月16才会完成。台北市府指出，因为工程真顺利，敢若用14天的时间就要做好啊，按算9月29正式启用。市府特别提醒民众，这几天因为爱铺路，民众经过就爱遵照交通警察的指挥。28号那一天晚上的深夜要做这个圆环，它是在正中间，所以车流的方向的引导，我们在那一天晚上会对。湖河桥要往基隆路这边，本来有一个要北上的匝道，会进行封闭，让车子直接湖河桥就顺着原来的高架桥就走基隆高架桥，都是走上面的高架道路。市府表示，路口正式启用了后，所有车辆拢会使直接倒弯。一台机车，敢若对福和桥倒来，需要2段式倒弯。另外，原本伫路边的公车的站点，就用公馆站、水管市场，还有丝带分布，上车落车的位嘛有改变，3个拢改去车路中央的公车专用道。因为整个正交路型产生了以后，它的原本的这个驾驶行为流向一定会不一样所以双方的那个监控中心那个交控中心的描述都会随时互通有无来做调整台北市府指出，路口正式启用了后，会搁照民众使用的情形来调整，来继续收集意见，甲动线规划妥当。因若行人庇护岛拍算爱到10月才会陆续完成。记者桂宗林、郑俊佑台北报道。刑事局有去查到一个诈骗集团，上无呢是怪43个民众不法所得已经超过4000万，而且警方是发现这个主嫌呢，伊是高雄左营地远的大个，定定对人安尼起骹动手，而且还阁因为车厂呢甲钱占去，转找人家属来堵销。目前包括这主嫌在内11个人，拢已经依法甲送办。一家人来到别人藏秘的所在，出骹动手，佮摕加时间修理。钓上的2个被害人原本嘛是加害人，伊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因为乌食乌去撞到。刘姓、黄姓车手因侵吞诈欺赃款，遭到诈团同伙软禁殴打。双人被拍，佮被逼签本票，家属赶紧报警，趁交钱的时阵，警方抓到过口的少年，甲人救出来。警方发现主嫌有帮派背景，是高雄左营的角头，用拘禁、恐吓伤害者的方式来控制车手，要求因负责去领被害人被诈的钱项，以施行拘禁、恐吓、殴打等暴力方式控制旗下车手提领车款，诈欺被害人数至少43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4000余万元。警方抓到主嫌在内总共11个人，会依照诈欺、恐吓、处财、妨害自由罪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花加沙风台带来的大雨呢，是持续来影响咱的东部地区。南淮公路东段一直流到厝内路段呢，有真侪大拢有崩落。其中一个彩霞崩坑呢，是有大量的土石，也那山区部落的通讯也拢中断，目前正在抢修。距离马上物资机南回公路2路村的民众，伫彩霞隧道拄到真侪土石流灌入来，崩坑口互伊塌掉去。23公路局的关山工务段伫崩坑口继续挖，也未清线。因那沿路比起2路的公路到24，依然有真侪所在发生土石流。
那车无法度入去，电信也未通，蛤蟆、无风、离岛部落即马无法度对话联络。海联乡公所用卫星电话，请部落甲紧急物资渡船村开会，将仓库内面的物资提出来分给民众。基本上我们是跟村长说，只要是有物资需求，那就是请村长去视现场状况去开放物资。目前我们有跟力到部落取得联系，那部落民众部分是目前是安全无虞。公路局关山干部单，即马也搁伫咧抢修，不过山区的土石正松，搁正软，蛤蟆路段又搁发生路基被卸甲空去，相信可能只到26便都才发度抢通，会先修理山区的通讯设备。另外，24岸绿岛路大雨，造成环岛公路大白山路段山壁崩乱，交通受影响。乡公所讲，25日时已经派人去修理，应该过道车就有法度过。记者综合报道。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美国达拉斯一个联邦移民甲海关执法局的办公室是发生枪案，有3个去互人拘留的移民着枪，一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落尾这个嫌犯是自杀。因那联邦调查局呢初步判断，有可能就是甲美国移民政策有关系。警方甲联邦调查局伫达拉斯联邦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这栋建筑物现场监视，正就是对厝顶这个所在向 ICE 办公室，也有一台停伫附近的小车开几路枪，了后自杀，执法人员无人受伤。警方讲，停伫咧亚街通道的这台小车，互歹徒开几路枪。有3个被拘留的移民着枪，造成重大死伤。联邦调查局正伫咧进行调查。The FBI is investigating this incident as an act of targeted violence. Early evidence that we've seen from rounds that were found near the suspected shooter contain messages that are anti-ICE in nature. 联邦调查局伫社群媒体 X 当一张现场找到也无用过枪支的相片，其中一粒枪支壳顶头有写 Anti-ICE， 意思是反 ICE。路透社报道，被攻击的建筑物是 ICE 办公室，主要是短期处理拄则被抓的拘留者，并不是拘留设施。这件案件是最近连续发生针对 ICE 设施攻击内面上新的一件。初步看起来，可能是甲美国移民执法，也有大规模针对非法移民驱逐政策有关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这泰国曼谷的市区呢，昨是雄出现一个大土坑，这面积差不多是900平方公尺，深度是来到50米。互人真烦恼的是，这地点呢是正晚病院，这附近就是地铁站的时间区域，交通受到影响，就连病院门诊也拢暂停。伫华吉那边头前的三无顺路，规个路边拢塌落去，管线破去，无水无电，中有一台车一个掉喺遐无法度出来，因为崩塌的所在下骹正拄好是地铁站的工程，是毋是工程造成的，也佫伫咧调查，已經徹底居民封鎖現場。แล้วหลังจากนั้นมันก็มีลักษณะของน้ำการกระตุ้นตัวแค่เล็กเดียวบนผิวจราจรไม่มากนะแต่หลังจากนั้นมันก็จะมีการขยายวงกว้างเพราะว่าพบว่ามันมีท่อประปาแตก。伫附近上班的人讲，先听到正大声的声音，一再看四线道的车路规个拢塌落去。这是泰国大众集运管理局正伫咧施工的曼谷地铁隧道一个相关结构。话这那边是泰国上站的医学大学教学病院，即马门诊暂停2天，断线是无受影响。ท่อปลาเมนแตกทำให้ดินสไลด์ตัวมากขึ้นก็ได้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แล้วก็ไฟฟ้ามาตัดไฟตัดสายด้ว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ไม่งั้นเสามันจะไปดึงที่อื่นล้มทางรฟม.คงต้องเร่งอุดตัวอุโมงค์เพื่อให้หยุดการสไลด์สามารถถมดินทำถนนกลับมาได้แต่หยุดให้การบริการผู้ป่วยนอกก่อนเพื่อลด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มาในพื้นที่ทั้ง2วันนี้หยุดก่อนแต่ผู้ป่วยในก็ยังอยู่ได้นะครับ根據上新的天氣預報，曼谷伫禮拜甲8月可能會落雨，所以當局已經要求集運局要趕緊甲隧道作業封起來，莫互土膏繼續塌落去。市府也評估塌落去這個範圍附近的建築物，話這那邊因為是懸樓，而且下較有空距離的緩衝層，所以是佇安全範圍內。公司新聞黃文玲編輯。
但美政府呢，过去伫咧高陵兰这个所在是对原住民查某囡仔呢强制甲放避孕的装置，互人袂当有心，而且阁定定腹肚痛。即马经过即几冬的追求正义的这个行动，但美总理呢公开来回实咧，承诺会来推动和解也会赔偿。这段历史呢是对1960年代直至到1990年代，拢总是有超过4000个女性受到影响。伫格陵兰首府努克的会师的仪式，受害者甲家属目屎甘愿甜，听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穿全黑的服装上台致辞，表示国家的失败都是甲大人使用的避孕器放入囡仔的身躯，而且无经过因同意。Og jeg gør mig ikke nogen forestilling om, at jeg kan fjerne den smerte, som I hver især har oplevet. Og jeg ved, at den ikke kan give jer det tilbage, som I har mistet. Men jeg håber, I kan mærke, at det til gengæld er en anerkendelse af, at det, I var udsat for, 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嘛伫台顶过了解七目屎，讲回失的无代表接受已经发生的一切，是关心现在、未来，也甲互相重建信任。根据独立调查显示，敢若1966年至1970年，都有差不多4000个女性，互人强制放子宫内避孕器，也就是 IUD。规个计划为60年代尾到1991年，格陵兰接管卫生体系前，拢总牵涉4500人，年纪上细汉敢若12岁。一寡受害者长期腹肚痛袂调体。甚至失去生育器官，英国也捌发生原民儿童去人带离开亲生家庭等教化政策。Grundlæggende må jeg stille spørgsmålstegn ved, om man overhovedet anerkender, at vi har rettigheder som mennesker og som oprindeligt folk. Fordi der er altså flere områder, vi må se på med kritiske øjne, og som vi bliver nødt til at rode op i. 有受害者回想，为13岁开始，就一直互人换，也是放新的 IUD。医疗记录显示有达到9届。伊讲这是实验结果，互别人代替决定的暴力，要求国家爱重视并提供必要的支持。For jeg vil gerne have, at den når frem til den internationale menneskerettighedsdomstol. Det vil jeg gerne. Jeg mener ikke, at den kan måles med penge. 弗瑞德里克森宣布成立和解基金，做金钱赔偿加心理治疗的支援机制。受害者团体甲律师团是持续透过司法来讨赔，佮要求完整开放医疗档案，通了解真相。历史学者指出，这届会失礼打破以往丹麦政府无需要会失礼的惯例。观察人士嘛认为，面对美国总统川普放调讲要夺取格陵兰的外部地缘政治压力，加格陵兰独立的声音，同时市民阴影回应原民权利诉求，这是修补关系起点，毋是重点。公视新闻田伟仁编译。这礼拜就是教师节啊，即马全教总呢是替老师来出声，伊抗议即马学校呢，互老师行政负担实在伤重，而且薪水高无合理。致使真侪学校呢，拢传出招无老师的情形，所以因是呼吁教育部要爱改善这个修法，而且呢，这个改善这个教育环境，嘛爱针对恶意的申诉来定出处理的机制。挺教师抗民粹！挺教师抗民粹！全教总、立委甲22个工会伫教育部门口抗议，表示即马有真侪人放弃做老师，亲像即学期伫咧开学前，各地区有真侪学校拢传出招无老师的状况。教师团体指出，愈来愈侪人才无爱做老师，就是因为即马教学现场压力大，薪水无合理，行政量伤济等等。看到现在的教育环境对教师多么的不利。校园滥诉，折磨了无辜的教师，还占用了很多学校的行政资源。这些事件会摧毁很多很有热忱的老师。针对即马目前的教育问题，全教总提出5大诉求，包括爱建立合理的调薪机制，嘛爱减少行政负担，让老师以教学辅导学生为主。另外，针对老师互人恶意申诉的问题，因嘛要求政府爱修法、修正处理机制等等。这5个诉求就是我们今天跟教育部做整体的一个建议，希望教育部可以在这几个诉求各项的一个细项的部分积极处理。今天我们不希望教育部只是接受抗议书之后就没有了下文了。全教总强调，这5大诉求唔但甲老师的权益有关系，也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品质。
希望教育部会当重视教育现场出现的问题，提出应对的办法。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有民间团体是针对这国中甲高中的校园来做有关同志的这个调查，结果发现这校园内底呢对同志的歧视也是真大。目前是有6成的学生捌听过教职人员讲过一寡歧视这个同志的言论，而且嘛有5成的同志的这个学生呢是唔敢去便所，因为惊互同学甲笑。台湾伫2019年通过同志婚姻合法，社会对同志的态度也是愈来愈友善。不过民间团体认为，伫校园内进步的空间也是真大。同志协会针对台湾各种高中级的同志学生做一份调查，发现目前校园内对同志多元性别的学生歧视也是真大。调查发现，有6成的学生捌听过教职人员讲歧视同志的言论，而且只有3成的校长主任接受同志学生。同婚通过5年了吼。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是说，其实虽然整个台湾社会有一些明显进步的一些社会政策，但是在校园里面的这个进展，好像真的是有点微幅而已，蛮多其实是有点停滞。调查也发现，有48%的同志学生唔敢去上游泳课，有5成的学生唔敢伫学校上便所，而且也有6成的学生捌因为气质表现受到同学的攻击。伫老师无支持、无替因讲话的状况之下，有6成的学生已经出现郁卒、无想要去上课的情形。很多学校可能是用无障碍厕所来加挂性别友善厕所的牌子，这样子的方式。那很多学生可能根本不知道这里有性别友善厕所，或者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设立性别友善厕所，那导致去使用性别友善厕所的学生，可能还会被其他同学嘲笑。114年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性别友善的宿舍的一个建制的参考手册。在这个空间上，我们针对宿舍还有厕所的部分，我们是积极希望学校能够有相关的指引。安怎创造尊重多元性别的校园环境？教育部回应已经对110年开始推动优先的宿舍和性别优先便所，并且要加教职人员的性别平等教育加入去补助和审查的机制，希望透过经费的补助来鼓励学校落实性别优先的校园环境。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上紧10月就会来实施。伫新竹县华山乡呢是宣布来追加预算，准备对11月25开始连续3天分予每一个人5000块的生活补助金，大概差不多是12000人，总经费差不多是需要6000万。手提红包内底抵5000块，新竹县华山乡宣布，因应美国关税甲汇率调整的冲击，准备要伫11月发予乡内每一个人5000块现金。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拢足欢喜的。很不错的啦，相当好的啦。至少来说，要去旅行啊，去游览那些啊，还用不完。有帮助啊。有帮助。一般的5000块，家里教小孩子要读书有帮助。一般这5000块，你觉得可以用多久啊？一天就用掉，一天就用掉了。不过要领到这5000块，嘛是有条件的，得要伫今年8月初4进前出世，而且户口登记伫华山乡的民众才有资格通领。按目前华山乡人口12000人来计算，总经费要6000万。衡山乡涉及人数约12000人哈，那我们每人5000，那这次本次预计发放费用会达到新台币6000万元，5000元哈是在我们乡镇哈现有乡镇财库哈在4亿7千万元下盈余下面哈，我们会动资将近约新台币6000万哈去做一个支付哈。华山乡4天前就因为新冠疫情，全乡每一个人发1000块纾困金。过当年，佮通过预算，一人发2000块的纾困金。今年准备佮要发一个人5000块，大部分的民众拢发好。虽然香港数指出，目前乡内佮有钱，财政有4亿7千万，不过某人烦恼讲，安尼一直发钱，佮袂拖倒财政。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来关心这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溢大水呢，这水尾公复向线来做水灾，目前统计这死亡人数是15个人，也佮有34个人是失联。即马各地消防人员是拍拼咧抢救，今仔日特殊队呢，佮顺利来救出一对翁仔某。也若进前咱所讲到的这找到的6岁查某囡仔呢，伊有2个亲人，其中一个已经罹难，也若另外一个即马还搁咧找。慢慢坐着，然后慢慢。
救援人员爬起伫病仔顶，伫真远的所在，甲一对翁仔某救落来。虽然真危险，搜救嘛无停落来，爱甲时间走小热。将人斗光伫真下所在，甲居民救出来。搜救队深入灾区，挨中背破细囡仔爬过障碍，协助居民脱困。大东村6岁的查某囡仔小怡，捌找无人，失联超过1天，经搜救队员甲铁厝顶切开，都听到小怡回应，顺利第2时找到，也互真着急的家属当场欢喜甲哭出来。改造伙伫厝内的客阿姑煞不幸死亡，不过客工厂还搁咧找找。等一下，你们没有灯，等一下会受伤。最后第3天，消防署的特搜队甲湘北宜兰高雄台东等10县市消防拢动员支援花莲灾区，嘛动员搜救犬，要赶紧找到失联的民众。有动员无人机，还有搜救犬及人员装备器材，进行相关地点的失联人员的受困，还有受困人员的搜索跟救援。搜救难度不只大，唔若入面救援，空勤直升机嘛伫悬的所在探查，海巡同步投入应变。不过灾区真个所在拢悬悬，救援人员只好靠行路入去救人。马大安溪邦山湖放弃，江河乡伤亡严重。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统计，新增加1个人死亡，累计有15个人死亡。若是失联的人数起起落落，目前知影是34个人失联。搜救队伍无放弃，持续伫灾区敲找，要把握黄金的救援时间。记者采访报道。好在花莲江河乡做水灾，真侪人呢只通先去住在避难所。江河乡教会呢是因为地势有较悬，所以有开放互人来休困甲过暝。即马各地呢这物资也拢陆续送到位啊，有民间团体是特别走来煮饭互人食，希望互灾民一顿烧。切菜串料都只是无用器器，亲像咧办桌，因拢是民间志愿来煮饭的团体。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第3天，各界善心纷纷涌入，甚至有北部厨师号召各地的中破塞来到光复乡的现场帮忙煮熟食。我们算是领头羊，就是我们会号召，像嘉义的水灾啊，我们也在现场。围观大楼、花莲大地震，还有这边啊，我们今天先做buffet的方式。啊，如果说等一下我们现在还在统计便当，因为我们统计数量给我们就做出去给他们。我们收到的捐赠是不浪费。大人甲囡仔食甲簌簌叫，花莲江河乡的居民得到暂时的安慰。不过因知影家己的厝暂时无法度回去啊。几个小朋友在这边？2个，然后肚子还有1个。等危险过了，然后回去整理啊。对啊，还是要把淤泥清走。那有没有觉得妈妈很辛苦？有。光复乡的教会由于位在高处，所以第一时间呢通知了附近的居民可以来这边稍作休息之外，这边也提供了相关的凉被，让民众可以好过夜。大概有7、8成左右的老人家。行动不方便的都很多的，现在在讨论说我们这边是不是要撤出去？这些物资都已经在这边了，人员也都安置在这边。如果要撤出的，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困难。食物、生活用品、医疗资源是摆甲真整齐，各军空运物资也陆续到江河乡。不过土石流甲大水算断加远，虽然平安度过1天，却唔知影当时才会当等到转去厝的迄1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即马马太安溪邦山湖目前时间存1300万吨的水，林保署判断这地灾性的大水呢风险已经降低啊，也毋过即马也是维持红色的警戒。前进协调所是表示讲，即马是需要搁较侪机区来支援救灾，因为即马外界即期花莲县府呢延误撤离，县府是保护讲无影的代志。对林保署的即时监管画面看到，马太安溪邦山湖分布正高，淹过坝体已经向下撤超过104公尺，水量差不多存1300万吨。补水量仅剩1300万吨，那它的水量剩余原本的15%，所以应该不会有致灾的这个洪水的一个情形发生。淹过即马也是维持红色警戒。农业部讲就要看天气情形、坝体稳定性、水量一寡综合条件，确定安全才会解除警戒。林务局的农林航空测量所出动台湾上强的空拍机 Kim L3602航遥测飞机，伫邦山湖顶头测量，协助掌握状况。这个机具数量是最迫切的，然后麻烦把它列为第一优先。
大建成讲，虽然即马已经调到山顶、怪树顶各种的机具185台，359个人去花莲协助，不过依然有需求，或者机具综合调度的国土署强调，会赶紧调度，不过崩山河一流出来造成灾害。林保署讲有发高频的警告，花莲县政府发人即日下午撤离，官府澄清，旅个通报文件并不是网络所传的连续高频撤离警告拢无执行。林保署讲撤离是地方执行，通报单拢强烈建议爱疏散。因为撤离是属于地方政府的灾害应变中心的任务哈，红色警戒以后的通报单，我们都有强烈建议，就是地方政府灾害应变中心赶快强制撤离疏散。官府讲，21个下昼警戒范围自原本的245户，一时久就扩大7倍到1801户，而且伫受到红色警戒迄当阵，就公布对扩大了的警戒区进行全面的强制撤离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代理一间处理医疗废弃物的工程公司，伊是互人指控违反空污甲废清法真侪解，而且即摆呢又搁要来申请这互废弃物清除的许可会当延长。业者是强调讲，因目前排放是拢有符合标准，未来嘛会刷好走。也那环保局是表示讲，会搁来严格审查。关关的延长讲，伫黑暗暝直直庆避烟，台中市代理区一间创立20多年、专门处理医疗废弃物的汉基工程公司，目前正在申请甲级废弃物清除处理许可的电源。当地民意代表甲环保团体伫25召开记者会讲，公司连续3年超销，常常有违规的记录，民众嘛唔敢出门运动。有点像是塑胶在燃烧的味道，然后就不大想要再出去运动。只许可1年。可以烧300天，但是过去3年它都烧到330几天，也就是每年超烧1个多月，这是重大的违法事件。好，但是过去这3年环保局没有发现。环保团体讲，汉基公司分发了大概烧160吨医疗废弃物，25年来有36届违反空污法、废清法，累计罚400万。2018年，佫超标排放地恶性，分发了四为3公里内有54间学校，将近4万的师生。环保局袂使佫放目，业者强调，2021年了已经降在大概烧100吨，目前排放拢符合管制标准，嘛有伫另外找新厂区，有计2-3年内会迁厂。我们正积极的在办理这个新厂的一个建制，不会太久了，可能2-3年的时间。申请事业废弃物处理许可证展烟，目前已经完成初审，为审慎将邀请5位专家学者召开审查会进行审查。环保局讲，目前甲级废弃物清除处理许可已经完成初审，后续邀请5位专家学者严格来审查，未来加强稽查的次数，各安全污染防治设施等科技仪器来监测。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三民公园即马是当咧改建，这公园厝呢是为着要来做一寡景观，所以拍算甲61丛的树仔甲刷好走。这护树团体呢是真反对，也那民意代表嘛希望讲尽量甲这树仔甲保护掉。也那公园厝因是保护讲有问题的树仔才会甲刷走。2-3楼高的树仔正规排，看起来就亲像绿色磅空共款，真水真清幽。伫高雄市中心的三民公园面积有5.1公顷，内面树仔大细丛加起来有738丛。因为公园正咧改造，毋过有风声讲，公园处为着要做草仔埔，按算要甲这条绿色磅空一寡树仔刷去别规整，护树团体认为真无妥当。可能讲你0.2公顷左右会使，但即马母甲0.4公顷，遮大2倍大的一个草皮。吼，就变做热啦！啊，公园上重要是你要有树荫啊。咱公就是需要较侪这种绿荫保护吼，啊，大家伫这内底会较凉，然后会较舒适就对啊，吼。啊，所以咱希望讲，当然护树团体甲咱的公园处会当搁较侪这个沟通。议员嘛认为，附近居民拢会来公园运动行踏，尤其高雄天气热，若甲好好的树仔刷走，毋是正办。公园处表示，三民公园这几年接应规跋筊、加有济，也有奥多摆乱起来问题，造成地方的困扰。市府要开4000万来改造，第一期是以公园中线的景观大成做，会增加爬架、步道等等，大约会有61丛树仔爱刷，毋过拢是有问题的树仔，才会去甲叮当着。有安全性、生长不良，或者是抵触公园维修及救灾动线的树木。有关民众对于树木移植部分尚有疑义，
公园处站在了解地方的需求，检讨调整。护树团体讲，树仔要生甲遮大丛无简单，因望市府会当甲地方的建议听入去。下晡议长也先找公园处来会勘了解状况，看后续要安怎来调整。记者郭家如邱朝阳、高雄仓报道。宜兰的南方澳渔港的特当是当清出5000至6000吨的粪扫。过去这清洁人员的是过竹排啊，较无效率。即马伫县政府的协助之下呢，是开发这食油的清洁船，毋但动力有够，也阁有这机动性。船只完成仪式，拿野金纸拿落水。这只新船是未来宜兰苏澳区协会清渔港的好工具，因为过去清渔港的粪扫拢是靠人过竹排啊，效率无啥好。协会得到中央的补助，开发出清洁船。新的清洁船落水了后，等包啊起好。这只船是食油的，无介大只，毋但会当增加速度，也真好出动。根据协会统计，南方澳渔港逐年会当清出大约5000吨到6000吨的粪扫。这粪扫毋清掉，也对船出入渔港造成危险。安怎快速清粪扫，才做因要达成的目标。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船比较轻盈，然后转换也比较快一点，然后我们在这个清洁上面可以达到安全系数。更重要的是，这个安全上面可以活动的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工作量。协会表示，渔港的粪扫可能是渔民整理工区的时，因无爱的渔网啊，也可能是大海漂流过来的粪扫。除了向渔民宣导粪扫卖往渔港甲大海淡，也希望会当让清粪扫的效率更较好。清洁船除了可以处理可能不小心渔船掉落到港口里面的一些垃圾，或者是海流过来的垃圾，那也是要为了清洁我们的整个港区的维护它的整洁。南方澳渔港已经渐渐变做社区的观光渔港，也瓦镜徛家，以其好的环境清洁，渐渐受到在地居民的重视。协会表示，除了靠公部门清理，民众、居民甲渔民做伙发挥公德心，这是会当让环境清气的关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云林古溪一个农场呢是种买30丛的樱花，原底应该是旧历过年才会来大开，也毋过即马9月中旬就已经开始开花啊，是请真侪人来欣赏。土红色的北种樱花已经开花啊，真侪游客来到古坑这个休闲农场，看到开花，拢感觉真意外。因为往年樱花大开的时阵，拢是12月到过当年4月，也毋过这个樱花自9月中就开始开花。大概都在年底12月啊，以12月到2月中间。哦，没有那么早开过。咱那是风台的关系，啊，甲一寡树叶啊拢扫掉的，啊，然后可能这植物的天性啦，树叶落掉了后，伊会赶紧，伊认为伊受到危害，伊会赶紧要开花要结籽啊。农场业者讲，园区内面的樱花已经种20几档，包括有北种樱、吉野樱。今年这个当然是风台扫过，樱花树的叶啊拢可以切甲落去。前一阵啊9月中的时阵，樱花拢开始开花。大的风造成这个落叶哦，也是会造成植物感受到它受到环境的巨大变化所以会产生它想要去繁衍后代，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是造成它这个花苞进一步分化然后会产生开花。云林县农业处讲，伫以前黄花风铃木也捌有过这种情形，因为冬天欠水，花大开。不过这边樱花伫咧9月开花并无普遍，花量也无亲像冬天遐尼多，应该是气候的原因所造成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新港的铁路公园，这是对台糖铁路北港线的新港站来改建。即马为着要记录这段在地历史，新港文教基金会呢是来邀请到艺术家李文静，伫遮呢来起造一个会当耍、阁会当认捌历史的展览区域。各种大细无共插座7毫米，伫新港文化馆25号仓库，互人互动体验。嘉义县新港文教基金会邀请艺术家用轨道的方式，创作一组为过去台湾历史串联地方未来发展的大型展览作品。我从国家认同、地名到不同的生活方式，把认同关系把它拆解过后，来思考说，大人们跟小孩们如何思考。对咱新港乡在地一个文化的提升，搁咱迄在地文化的唤起。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新港的铁路公园原底是台糖铁路的新港站，为1980年废站了后，经过地方人士甲在地社团的付出，才伫2001年来启用这个公园。
这个过程除了这届展览的艺术家认同，所以才用轨道甲地方认同的主题设计这届展览。很多小孩子其实他已经忘记那个记忆，他不知道那个东西。然后借由这个机会呢，让不同的不同年龄者一起来讲地方的故事。他用一个很容易让小朋友亲近的一个方式，然后来呈现他。小孩子在这个游乐当中呢，他就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历史脉络。艺术家表示，要推广地方文化甲公众参与，需要对新种的土地有真深的在地认同。希望伫11月底进前，透过这个有历史互动嘛通耍的展览装置，互来看展览的人会当用更较宽的角度思考地方认同对个人甲社区的影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这中华县文化局是连续3档来办台语故事列车的系列活动，9月到11月伫中华国乡镇的图书馆会有52场的讲故事活动，另外嘛有安排这讲故事志工的这个培训，除了互囡仔人会当有接触台语的环境，嘛培育台语推广的人员。大家分组练习讲故事，为时间、地点、什么代志，就去分析故事的重点。为着推广台语，中华县文化局委托民间团体举办台语讲故事志工的培训讲座，请有戏剧经验的台语工作者来训练民众的声线甲表达的技巧。讲故事哪像咧表演同款，爱运用你的声线去表现这个故事，啊，佮有肢体啊，啊，佮有你的凡是传一寡故事来帮助，就是互这个囡仔是讲是大人听故事的人，会感觉足精彩。来参加的学员，有的人是老师，嘛有伫社区关怀据点服务的民众，佮有对台语真有兴趣的学生囡仔。教课黄旭成老师指出，讲故事是一个介趣味佮流软的方式，毋来当互囡仔人轻松接触母语，嘛会当透过讲故事训练台语的表达，加强甲时段沟通。我的工课是甲迄个长辈有关系，所以我感觉来参加这种台语的训练，会用增加家己的含长辈、含囡仔的活动设计。咧学校的时，甲同学讲台语，其实因拢听无嘛，袂晓讲，所以我感觉这件代志真重要。中华县文化局表示，今年是第3年举办台语讲故事志工的培训计划，当年报名的人拢真踊跃。11月23进前，也会伫中华国乡镇的图书馆办台语讲故事的巡回活动。文化局就望透过讲故事，互民众对台语有兴趣，想要学。讲故事的人嘛，因为有舞台，会阁增进台语的表达能力，互台语的推广愈做愈好。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南投是全台湾头一个推设这送药到厝，也阁有药师照护这服务的县市。目前已经有超过50间社区药局来加入，也服务超过6000人次。希望讲会当来帮助一寡行动无方便，也是讲住伫个偏乡的这时代，来解决领药无方便的问题。药师清楚甲老大人拍招呼，甲药送到伊的厝内，嘛顺续关心伊的身体状况，甲讲药安怎食。南投县政府今年创全国第1，建立送药到厝里的线顶申请系统，只要户口伫南投65岁以上独居，也是75岁以上的身心障碍长辈，就会由社区药师亲身甲药送到厝。不过也有时代表示袂晓用手机来预约，毛病众怨讲系统无法度变巧，无法度改时间。真好啊！但是吼，就是对阮这老伙仔吼，爱请一寡少年的来帮阮用啦。譬如讲要出去，要改时间啥吼，这个系统是毋是有法度搁做较好？南投县政府表示，这项服务目前累计超过6000人次使用。伫第1线药师讲有拄过80多岁，住中寮乡山顶，但户口无伫南投的时代，需要送药的服务，但煞无法度申请，建议县府放领资格。有可能是年岁嘛无够，因无身当，但是因行动无方便，阮药局这个部分会替因做送件，会使安尼做的话就双赢啦。评估确定，你就真正是真有需要，咱当然嘛希望讲未来大家有需要的民众，咱来提供这个服务，我一定会尽量看哪做系统的部分，互伊大家较方便。南投县卫生局强调，送药到厝的政策经费是中央补助地方的，针对放领资格的部分，会反映予中央嘛继续宣传这项服务，希望照顾到所有住南投的民众。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今日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
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2度。那外岛地区28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